呀，各位聽眾，歡迎都來收聽邊個學嘅節目。這禮拜我覺得係講新嘅話題，我請到一特別嘉賓起來。特別咱比方咱請特別嘉賓是咱嘅拄人嘅老鳥性，咱老鳥個了到啲Clubhouse 入邊嘅老鳥有裝 Clubhouse 入邊有是貴囝啦、南西啦，個有鬼鳥金虎，你哋知道我唔名㗎啦，後面鬼鳥金虎，我是咪咕啦 ，OK， 了個普金嘛金虎，個白青啦，個白青咁樣，了個有到啲Clubhouse 入邊人嘅老鳥好屌阿龍歡迎 ，Hello， 了個有老鳥阿達歡迎。Hello， แล้วก็เราเจ้าเต่ากระคนหนึ่งเต่ากระ Hello， แล้วก็ว่าไงสินเจ้าอารมณ์介紹出來話多嘅人歡迎話多嘅人 ，Hello， 吹到意思係伊有一個意思，咁我當時有一個人去烘焙，去烘焙，係咪 B 呢係咪嚇 B 即係 Penang Night POV 嚇對。變成嗌 POV 對，變成個 point of view 就 point of view 嚇，point of view，我就是看到伊話咧，伊話嘅物件就是我愛做嘅物件，就我想去做，唔係我愛做，但係咧，等陣一件咩㗎？你 OK， 你知我是伊是到韓國嘅，我唔知有個你講伊到韓國，了。嗱，一件咩？我好似垃圾頭本來係你見到好啊，隻垃圾頭嘅大地到啲樓頂，我個冇搞到嚟過。我是結俾好啊。哦，我就是本身我就想要做這物件，特別because我比較滑多，所以說對我嚟講是冇用咯。這是今年哦。哇！你講真久冇看到了，我就是別看伊 pattern 呢，我就是看伊研究伊裏邊寫咩物件。對。我朋友嚟食飯嘅時候，我記你夾一本垃圾頭好啊，你做鐵嘅，一直夾一本。我冇看到安尼看呢 calendar。有，我一日到樓頂我嘅時候要去夾。有啦，咩掉嘅啦，有個嘅。我喺到啲樓頂。白魯冇興啊，白魯是興下你泡杯嘅嗬，嗰啲。我泡杯，我有泡杯 app。我泡咩 app？ 我泡咩 app 是叫看到後面叫佢話買 pension 其實出。這時候就這裡伊會講DC 今年 DC 會使搬厝，會使交易，會使燒干咯嚇。喲，使個講燒干啊咩？冇好接鋪，派接鋪啊呢？會使鋪啊呢？鋪 very good。Yes， 今日鋪成大部件。喲。你一千幾集過，食邊睇鋪嘅食幾件？食幾件？有 divination 嘅，對。了 ，OK，then OK，所以你我每對這個，特別有啲人冇俾伊家垃圾頭咩關係咯？because 伊即條朋友伊是話，我看 Instagram 伊話到，伊當今伊 project 話掉嘅就是即種嘅垃圾頭。伊話按講講就是即種嘅垃圾頭。我可以打開我俾有誒。我不去阿龍都講啊，我叫我垃圾頭嚟，等陣。你啷個傻乎嘅就？哦嚟啊！傻乎，我傻乎，我嘅垃圾頭嚟。我嘅，係咯，伊同佢話掉咧垃圾頭咧，就當今你睇差不多是相關嘅，特別即係嗰啲第二字嘅嘛。係咯，伊咧話是用紅毛字寫福建話嘅，所以我覺得呢個特別去，你啷特別去吹伊入嚟啦，啷嘅 podcast 嘅。呢個出邊呢？呢個伊做物件。客人嘛，用福建話嘅，咱就特別隨意嚟講話咯。咁伊話名是叫咩咧？嚇，你話名是咩？我話名是蘇美的。特別蘇美的是咩嚟？係咩嚟？冇啦，蘇美的成日是because佢做我中學嘅時候，你係朋友見到少少伊去 internet cafe 嘛，就去伊 Counter Strike， 去伊用多打名嘅了，所以我就用。唔是用假名嘛，用特名嘅了咧，就蘇美的我唔是我用嘅名先嘅，我用嘅名先冇用，唔就自己用嘅名。然後我朋友用這個名蘇美的，然後就真好聽啊，真音真好講嘛就，我冇有OK，我愛這名，我so sense。特別我唔知蘇美的，我是想為叫用你蘇美的一學嘅，都係學緊話學嘢。特別蘇美的係大地咯，看你阿龍。
呼機大地。我有十二生肖，我有家己十二生肖，特別這個是正啊，這是正，伊用的就知道是正。特別我有家己十二生肖，就我邊咧學嘅有家己十二生肖，我咱是第一，咱伊是咩啊？等我去叫我另外，我邊咧學嘅我家己。我有家己十二生肖，就 because 我做這個節目，我做這個 podcast 做20幾年啊，就我是2005年8月去做嘅，就我做個動機20年啊，就20年啊，就囡仔出世本中學畢業讀大學啊，就。我這是咱是一咩啊？一線堂橋，一線堂字落，三鳥四姑四筆啊，四筆就咩叫四筆？係了，四筆係啦，五槍辣椒，五槍辣椒，切碰醋，白虎，狗牙，十蝦。就細，就一細，假如冇人知嚇。這是我10年，我邊咧學緊做10年 anniversary 嘅時嘅 calendar，學人嘅 calendar，就是 power calendar。actually maybe 咱嘅 collab 淡薄咧 creative 嘅。係對，咱係使 collab 就係，係啦，伊畫面是，咩 submit 係咩意思？submit 啊？冇意思嘅，你好講嘅嘛，就你就咪 get 下，好，你 handle 你看成 handle 呢，submit 我唔知咩意思。then 好意思咯，所以我是用 because 好講嚟，講得好潮啊！人會人聽，順啊，只順啊，只好講。你有啥日本名啊？我一直意識緊寫的，華多嘅人嚇。華多。then 我咪華多你安怎？但係頭細漢時講起聲，我你即係往學校。別間學緊就講你卡佢剛剛，嗰時我咪每日時，你讀到汗，阿種，你讀到大汗，你細漢我讀邊咧？布拉迪古斯，布拉迪古，我識布拉迪古呢，是我是去即係 Immaculate Conception 嘅church แล้วอาจจะ CBD 嘅邊啊咯 so 下邊滿食嘅咧 Belisaro 係咩 Stella 啊咩 Belisaro 特別我當邊個嘅 so 我就估我一年有對一道啦去就對我出來人啦可能 so anyway probably 啲大漢得隻 area 我到你係金英啊金英嗰邊點啊你嗰邊店附嗰邊啊，你有燒水啊？你海南人嘅糯米嘅。對，你用半就是你小國家嘅嗰邊咯，小國家嘅嗰邊。對，古早是北京館嘅對面。對。北京館雙虎塔邊咯，雙虎塔北京館。一棟對面是一間娘娘家。Follow me，唔是。Follow me 邊啊 ？Follow me 是邊 ？Follow me 夠屌嚇！冇啲啊！哇！你幫攞個啲佢，Follow me shampoo， 老人可以在，老人情人夢。I think 這裡我當然唔敢知啊。Follow me shampoo 嘅事，一定係笑嚟。我知因為 Follow me 大過你啊，你啩講我啊。OK，then 你到底別人到下你去其實去有啥興趣活動？細漢時 I mean 我中學時都 start 活動啦，到 class 本我用活動嚟 concentrate 到 class 啊。所以先生講話時我被 focus 嘛。成日讀到你看。所以細漢時都實讀到咯，所以我愛 concentrate 到 class，我哋畫物件，我要學會要啊。所以 start 畫邊咯，然後 after that，你參與到MBS MBS 中學啊？MBS 中學。你小咧？小乜 MBS 啊？冇小拜結。拜結。拜結我人咯 ，because 我是 Union Primary School 嘅。你有幾邊？拜結你幾邊嘅嘛？咱食上一檔係阿崩嘅嘛？阿崩關。阿關。對阿崩關。
所以我講聽啦，比如講正間啦，是別人較濟是別人人啦，嗰隻巴生嘅人豆哥是巴生人，特別我諗是即係別人人了，of course podcast 是講福建話嘛，我podcast 近啊講福建話啦，แล้ว我嘅啲 episode 唔知第幾隻前幾隻 episode 咧，攞20年嘅數，所以我諗講物件嗬，你講識嘅位啊，你當行到落學等到落嗬，對，我是近到是只識嘅物件。ต่อไปแค่สิ่งสิ่งของให้เลยเหยียบหัวเอาไว้อี building 是 grey มา是 concrete นะคนนี้สิ่งสิ่งอี building อีสามบาทตัวนะฮะเนี่ยบอกว่าบาลูสิ international school แล้วไปแค่บอก聽到我係記定到一啲 Clove Hall 嘅對面嘅咯，就是迄個 Methodist Church 嘅對面 Methodist Church Wesley 有一個要緊嘅point，有一個真正要緊嘅point，就是迄個海基線路，都係邊翕嘅。對，海基線路before 看嘅時就對而海基線路嘅講述就是講啲拜吉嘅囡仔。對，我記啊，แล้ว我嘅 niece 我嘅姊嘅查娃頂到細漢時在邊跳 gym rama in practice，到底 after school 是跳 gym rama 咪。一個一站一邊 gym 嚟，一邊 gymnasium。所以你學奧塔並大奧塔 MBS，that means 當時上我等 OK， 我 form 6塔 MBS 就。我裏面特別19台要電啦，是，我佢93年、94年大並塔。OK，你出事啊會啊？我出事啊！93嗰陣時我出事啊！93，出事，你幾時出事？9抗88哦，OK，相鄰嘅。老本啊，硬嗰個嘅老，74，點解地老一陣？我成個講93年、94年我剛出世咗喎。我成個嗰時90年，我差嘢90年。88 OK，then แล้วลูกแต่พี่ลูกกี่สิคีษ啊ลูก頭ดู到ลูก講緊 focus 什麼แล้ว是幾時คี啊感覺就講我有興趣是畫物件好呢 I think form 5嘅時啦แล้วลูก畢業 SPM แล้วลูก係想嚟做面嘛對แล้ว我係吉他 graphic design 咯所以如果是 design 物件你成個 creative 物件你都 already 就來興趣嘅成個段有興趣咧，你出來人有 artist 啊？你有冇？冇啦，我哥咯，我哥是個畫大本嘛嚟先，然後特別我哥冇講對愛做 artist 嘛 career 啦，冇，伊 more to film，伊 hip 嘅啫，伊是做 more on 就講 awareness 啦 ，more social activist 嘅 film 咯。叫佢嚟講物件啦，你識啊？會使哦，你個有講嘅喎，應該會曉啦，你都曉講。我學嘅我都唔使啊，一般全部都成我。冇啦，你學嘅我冇把燈啦。我老實講，你講往事啊，你讀等人冊啦，我在我聽你 interview 時，你講你讀等人，你不要等人字嘛，你讀阿莫冊嘛，所以有當時啊，你學見。有當時我感覺到會較好，因為有當時讀當人冊人，伊成日講較濟 Mandarin 啊，參照嗰時，你有你講嘅物件，你學見嚟講較對啦，學緊話嚟講有當時。你學見話較有 confidence actually。會使啦，講就嚟有啦。真正 authentic。特別有當時人學梅女嘅時候，你感覺到啥咁怪怪咧，用學緊話。特別我講嘅是拍球嘅邊嗱。你不知係使叫你過起來，叫你講那幫隻 episode 學你過看咯，你唔再加起來，你佢叫佢起來講畫面你根本是 MBS 啊 ，MBS 分，想拜嘅 MBS 啦，叫起來啦，拜嘅 MBS 分，唔係，拜個字講，人家有物件講。episode 較濟 ，OK， 你咪接落去講，所以你話到你根本是 creative， 是個 creative 嘅物件，特別伊讀咩讀冊是讀咩 ？After 讀中學，uni 是讀 English literature 啊。English lit， 哇！你讀 English lit， 然後我都愛讀 design 咯，然後我老闆買好啦。像啊 ，typical Asian 嘅爸爸啦，未攤價啦，係啊，我未攤價。
了熟悉你熟悉社談咯。I mean 就是本特別本是 LPPL 啦就。本是成話啦，我這個講啦，特別then OK，then 你去睇了，怎麼你睇了硬嘅睇？所以我冇睇睇，你睇咩啊？就俾睇咩？所以我計車啦，我車嘅，所以我睇 advertising， 我睇廣告咯。哦，係 graphic design 嘅款啊。so balance 起來啦 ，marketing 尋 advertising，so 甲 approve 到伊講會談正唔咯，because 有談做工作 agency 嘛對。แล้ว after 畢業แล้ว冇工做咯，想啊 ，because Penang 冇 advertising agency 嘛，你們冇講大啦，特別到 KL 嘛，แล้ว我 KL 做 internship，แล้ว對喺 Penang，แล้ว我去我頭一個工到 Penang 是 Dell。好笑。咱介係 Dell family 度度正。誒，你咁我唔都攞住你啲 Dell 嘅。2,004啊，比較多年。我一空你度走。OK。特別唔知一在係你跌鬼哦，跌鬼是 Dell 嘅嘛？跌鬼是 Dell 嚇。So 你去了你做下面咧？你做下面 position 你做咩 graphic design 啊？冇inside sales 咯。OK， 做 sales，OK。inside sales rep 咧，我個菲律賓嘅 market。你有講大家咯。我明講大家咯，講好冇玩嘅我明。We all speak English. It's okay. Yeah. Hello, sir. Good morning, sir. Good morning, mom. Yeah. Hello, mom. You want computer? 冇You want computer? เรา菲律賓嘅聽眾嘅就係菲律賓講福建話。咱人話。then OK，then 你做邊做？做2年。做2年。冇歡喜啦。because sales 係講咧，我冇咩事㗎做 sales 嘛 ，because 特別講話咧，我冇事㗎講話。冇事㗎講人講話，我特特做工嗰度用話一擺出嚟做工，所以就真係未熟。Yeah，แล้ว after that 出來แล้ว做生意嘅朋友咯，講 burger。多多去。唔知你聽過有 Marshall Burger？哦，你講 Marshall。OK。我聽過呢。Yes， Marshall Burger 真係出名誒。我到吉樂邊，擺做。OK， 我同你講，你 pause 掉先。見住往時講話到誒，6月1是頭一個 episode。咱成邊啊？就6月頭一個 episode 講 burger。OK，會使。咱冇講過 burger。我就想食個 burger 嘅話。咱20幾年1000個 episode 都冇 burger。OK，會使。then but then 我大陸嘅朋友啦 ，because 我朋友講得一吹嘅嘛 ，Marshall Burger 是伊嘅嘛，我去大陸伊咯，然後我做起來嘅了，然後 after that 我能 start 做別項物件，到一個 Mark Shop Cafe，到 Chila Street 嗰邊。Mark Shop 是啷做誒？冇做啦，我朋友啊。所以我自己本來 entrepreneurial 本來我特別自己好邊自己做生意啊，你都冇攤即係去做到佢哋工都愛做嘅工，所以你特別隨辦法去做不相咁樣嘅。我做下咯，做鬆啫，然後 after that 未做啦 ，because F&B 我以前有聽嘛，12點開到12點半嘅，然後點聲錢呀串，然後別當，然後 after that 我走去 Georgetown Festival。你做咩？我festival coordinator 咯，我繼續做事做緊咯，所以我做3年入邊。都幾年？2011、6、2017、2018。唔，2015、6、7。15、6、7，我有啲過咋？你真識。我是 because 我是檳城 back 嘅。對，所以我是檳城 back 嘅對manager 嚟。所以我點我覺得傾怪怪。別怪啦，應該是。然後 after that，做3年然後別想啦，就啊，你做3年嘅，1年做一排呢嘛，就
走咯，我走去做 advertising agency 多邊呢。然後 after that 2年整。你做 advertising agency 做係咩物件？即 graphic design。冇，你時我冇做 graphic design，我就係做我 basically manage 你 department 啊。我 handle accounts 咯。OK。做樣嘅。做 basically 我 handle client 啊，我嘅啦。一走。點解教你小補？小補咪是多特別 maybe 補啊，小補幫係北京嘅。Anyway 嚇，so 你我邊人食死呢 ？OK， 我人係正知道大家講嘅。咁樣發㗎啦，嚇。then 你做 advertising 做幾年？你講2年。2年咧，做2年。But during that whole period，我都 start 做我多面嘅啦。我都 start 參朋友做 exhibition 咯，做 group exhibition，做到 cafe 啊嗰啲。特別你做下你是做阿咩問你做你你講你自己 start 是你成個自己爽畫就 hobby 呢可能畫呢上面，and 再 start 你做對啲 illustration。So 我 never stop illustration because every time 成個我 concentration 嗰陣時用咪嘅畫呢嘛，so after keep 畫咧我都掉白嚟 artist 咯。So 我都做上 festival 時我 manage to do 白嚟 artist。OK。然後 start to hang out 嗰隻，然後咪 start 畫咯，然後 after that 朋友嘅咧講 OK 啦，咁我做 exhibition。So 我 start to produce more on painting 然後咪嘅咧，然後我 start to exhibit。So from there 然後 just keep going 啊 ，but then more like part time kan because 冇講係賺錢本嘛 because 佢哋壓嘛根本是講就好，只係買一本就少嘛。對。都人愛，特別人買好類。對，我知，樣寫暑假特別買好類呢。樣 feel 到成個 art 嘅物件是冇 value。老闆有潮，阿你是乜嘢？冇啦，阿你是啊，另外老闆本 already at，你真留住，看 open minded 嘛，so after 伊都講 OK 啦，佢梗係平直啦，想你歡喜就好，嚇，你歡喜就好，你做你了解咧，做人係歡喜啊，方面嘅咯，所以我 OK 咯，我 get to balance 兩行啊，我有係 professional work 啊，同我都係 the same time 咯，所以 that balance 起來啦。你做啲 professional work 係咩？還是做啲事？So 阿你時我都 advertising 我半，馬路我做了是上個禮工。OK， 到後尾做，做後尾咩工？我唔知道聽過一些 agency 叫 Penang Art District。本是ad agency。嗰是 art 裏邊咧。冇一是 so Penang Art District 是另外人 start 起來，一是一 group of artists 就係曉。不，一是 actually start as a project 啊，一是愛起一個地多過掉咯。佢 museum 啊，還是開一個 gallery 好？開成個 gallery，特別 shopping mall，成個 public 啊都 KL。I see，之類啊，之類是哦。你啊 district 是之類啊。對，嚇，之類，對啦，之類咯。然後 so 我入邊係 district，but at the same time 我 still 個 artist 做緊嘅了。but 好玩是 OK 啊 ，because 我 during Georgetown Festival 時我真係個 artist。做物件嘛，collaborate 了，所以多人 artist 咁物件咧，所以即係剛好我 manage to work with artist 咯，所以我 work with 畫圖嘅人、跳舞嘅人、唱歌嘅人，咁了我們談合作起來啦。OK。然後so till today 我 still 做了邊嘅 artist，but of course at the same time 我 still focus on 我係自己 illustration project 咯。But 較少時間啦 ，because 假如我做物件 more on 多人 artist or work with artist 嘛。然後 that's why 我 move towards traditional painting like 插咁物件 ，but so 我 move to digital 淡薄咯。所以你平時較早係是畫是你是用咩 medium？你較早係是？即係 pencil 本有 watercolor，冇acrylic 本有 mostly on canvas 啦。mostly non-digital medium 啦。然後 because 假如時間較坎坷，我就安排做我嘅工，所以 digital 較應該 because digital 你用咩做 ？iPad， 用 iPad。我用 iPad 咧。用 Procreate 啦，係用咩？對，用 Procreate 咧嚇，用 Procreate。所以時間應該是開 Procreate 玩嘅咯。然後
So 我 try to balance 我當然了個做 arts manager 本來 at the same time 嘛。然後巴魯個麻煩難冇 because 巴魯我 still 做了，我 still manage 邊個 art district。然後 at the same time 巴魯我本當然了 in basketball。So 我哇。So 我做 programming， 我做curating， 做 arts management。So basically 當然 artist at the same time， 然後我哋時間多邊我做一個嘅 study 嘅物件咯。So that means 你 I mean 對你嚟講，你是做你 cover 邊咯，你成個嘢 management side、promotion side， 特別你個基本是唔是 consider 一個活動人，so 你了解啦，特別你個 still 個 keep 掉你個 project 啊，你做你想講你嘅 influence 啊，你有蝦米物件，想你話是 style， 係咪是影響 by 有你 certain 安怎 develop 你個 style 了啊？I think 我嘅 style always been 真係 cartoonish， 像 manga 啦，你當陣時我睇 comic 真係嘛，所以所以你看我嘅 drawing mostly 真係 cartoonish， and very manga influence 咁嘅物件了咯。但福建話我可能 start。I think 4年前嘅，4個年前嘅。後面 inspire 你安怎行險嘅時候，特別做 inspire 做Hokkien inspire illustration。So I think 有一陣嘅時，我 feel 我朋友嗰啲大漢本嚟嘛，成我會成，嗰啲會成驚，了驚本讀小學嗰啲物件，了我 realize 樣無咪講福建話了。Oh my god，歡喜咯，聽到呢個啊。人講華語嘅啫，你真係，I don't 你講華語，我講阿摩嘅啫嘛，嗰邊咧，所以 international school 本就係啫嘛，所以我 feel 樣係驚本無咪會好嘅了，然後成個話本 already feel 我是 part of the problem 啊嘛 ，because 我本無咪會好嘅，成個你冇有佢能行，阿做講嘅學嘅我未啊，我哋較 specific terminology on 較淺咩，我都無咪會講咯，成個我本冇個。So during this whole process， 我甲 uncle 講我甲老姐人講我哋冇嗰啲。你入面你除掉 inspiration 啊，你可以往前幾條 episode， 你去看把啲話下之類。你但是講聽邊啲學嘅嘅 episode，because 我剪咗 thousands of hours of one recording 啊。對，而且我本有看到兩做過 ，because when 我 research there about， 冇可能冇人愛講嘅嘛。因為佢講你最近學嘅 association 啊？But because what before I think Gcon 7嗰陣時 ，when 我 still 做上課時，我就係講喺度做Hokkien documenting before 走去嗰啲時。所以我就講 OK 啦，有 documenting。你所以我就係講你會做，然後 after that 我本就係講有 people like Timothy Tai 本有自己做自己嘅 Hokkien 嘅 text 咁樣物件了，所以我講 OK 咯，然後。already 有人愛 advocate 福建啊嘛，所以我 feel how 我會接大人 in terms of 用我嘅大咯 ，promote 福建，用呢個 medium 嚟 promote 福建咧，用我 medium 嚟 promote 福建，แล้ว我本 feel that 我愛 go to a very different angle that 我愛隨真係即成日我阿毛西嘅款啊，阿毛西人 that 愛學福建特別，แล้ว成日背後讀拼音啊，然後成日，but my go towards academic 嘅 law，so more fun 嘅 engagement 咯，所以我 OK 啦 ，maybe 我係做，because 好啊，我做寫福建咧，我冇學 academic route 嘛，所以嚟講，阿咪音我背嘛，but 我學福建起來，我做寫是中學起嘅時候，我本有學了嘛，成日寫抄話啊，福建。我係抄話，佢 episode 就講抄話，我嘅 episode。你成日你看，真人 already 寫福建 text， during 我讀漢時成日都jamban本有人寫福建話嘛。你到 bus stop 啊，到 bus 啊，你看到真福建字啊嘛。你覺得是用bahasa 參參咩嘛嚇，冇偏音嘛，特別彎嘅口頭嘛。所以我咪講 OK 咯，未必。你特別會曉啦，你特別會曉誒字，特別你特別會曉，但係你特別會曉講佢啲話嚇。對，你特別曉講佢話。你特別猜掉。我講 OK，maybe 用下你咯 ，because 我係 engage to more 囡仔嘛，if 馬路囡仔都冇興趣講嘅，所以用個好笑嘅 more humor 嘅 direction 咯。然後
我本身我用阿咪 placement，because 我個 advertising background 嘛，所以我 OK 啦 ，maybe 用我哋垃圾夾用 ，because 真係係為我會寫嘛，所以我 OK 啊，所以我實會寫了，佢會寫多，แล้ว所以我係寫膠，แล้ว我直接膠到邊啊嘛，所以個用咯，所以我是 testing 啊，你是想講 OK 啦，我是淨係 fun project 嘛，做了我唔基本歡喜 ，but then after that 我 realize，when 我 exhibit 嘅時候，有人搞得掉了，拍，แล้วยัง興趣拍，แล้วยัง本來就係講，這是係咪因，所以人教咯，แล้ว我是歡喜是看到 interaction 咋，會曉學嘅人教未曉學嘅人，做拍啊嚟因，แล้ว教人咪 meaning 嘅咧起來，所以我講 OK 啦 ，maybe 這個會行啦，反正啥，這是幾年前啊，這是。這是2018啊，2018、2019嘅事。哦，真早呢。2019，真早嚇，真早呢。แล้ว我 first buyer 都是一個檳城人 ，but 伊在 UK 啊。so 伊買 because 伊愛教伊嘅朋友在 UK 啊，做講學嘅話。แล้ว伊曉讀嘛，所以我頭 few series 㗎，有幾耐抄啊，十幾年啊，我都識嘅。你今年的 illustration 係咪？冇 illustration 咯，我是今年的。所以是用成個 lettering 啦，就做 lettering 是。我用 romanize 咯，用阿摩字咯。At first so I think 我start to understand my audience 嘛。所以頭時我用嘅是阿咗可能讀in 巴沙，所以係 I U 嘅我加英咯對。然後 after that 我 realize 我係。人覺得讀按摩嘅音，所以LUM 變冧啊，唔是 lum 啊，對啊，所以我 start to 用，都等於 try to spell in 按摩，所以我 start to disregard 換啊 ，but more on 按摩 ，because 真係人俾是讀按摩音嘛，so after that 我 shift to 按摩音咯，然後 of course during this whole process，好潮啦 ，because 有人會曉讀華語嘅講，你別。即係錯了，即係錯了吧？所以我冇明白 ，because 我本講對，你 most probably 是對 ，because 我未曉嘛。其實，肯定我會同你講過呢個這個。對。我本乜講經過一條路本咧，你其實要用漢語拼音是唔是？用漢語拼音，一定是用唔對嘅，一樣佢個唔對，一定是用唔對嘅。OK，好真。我成好多一個，我成好多一個 FYI 性就是，福建話 romanization。真係早都有了嘅咗，I think standard 呢就 standard and consistent 嘅啊，是8幾年前都 already 有咧咗 ，and 漢語拼音是幾十年前嘅物件嚟咗，都樣嘅 basis 是無相，所以樣是唔對嘅咗。你再你看當然講冇照到，咱嘅冇照是 VOGIO，你看到在條時間，特別 YJIO 咧 ，JIO 是冇照嚟嘛？對嚇。你 even 都對漢語拼音，它就是用 Mandarin 來寫，用華語來寫講，漢語拼音 J 是讀 G 嘅音嘛。特別 actually 那時都是馬來西亞嘅人啊，咱應該 by right 啦，冇照應該寫 BOCIO 嘅嘛 ，CIO 或 CHIO 嘛，咱人關係應該是 CIO 嗰啲嘅嘛。但係because 呢句話是特定人才人 start 成嘅，你再變做用漢語拼音 actually 是唔對嘅，所以你咪係影響到咗。你咪係影響到 because 福建話 standardization 啊 of romanization 是真係早已經有咧就，所以是8幾年已經有 already 有咧就 already 就是講佢哋 Bible 啊 Bible 有福建話 version 嘅就，聖經依樣嘅 spelling 嗰是 standard and consistent 嘅就，佢哋 Bible 嘅 romanization 出來嘅點先咧嗬，漢語拼音嗰啲唔知得落去過，啲買百多裏面過，未出試過。所以我漢語拼音是1940幾年以後嘅有嘅物件嚟嘅。我當然漢語拼音少年，我當然我是同你講，我 because 我假如行過 process 是真像嘅，人是行上一條 path，特別人嘅timing無像，所以我本是讀一邊時，我20幾年前嘅時，我當正讀冊比較讀冊咧嘛，然後我讀冊嘅時候，我感覺到講，按照我朋友甲了解伊驚講華語還是 English 多處呢？一無講福建話，特別我人甲朋友變個朋友是講福建話喎，所以我就實在，因為我大學畢業啦，過嚟，我就想講，哎呀，我梗係少年變嚟福建嘅聲，你就有人講話，你一種嘅變嚟福建變嚟嘅親嘅，你就
咁樣講福建話，你就外國都哇講福建話嚇，變人驚講就係上，所以特別好，我本時成個都咧，我唔知你我是用寫嘅方嘛 ，because 我到啲 website 去幫，所以我唔知大多我 enjoy 寫，所以我就亂寫。成個你講啦，啊咪唔是講亂人只人成 almost accepted 了嘅 format 啊。對。特別我錯捌掉，人較有 study history 上講Alan 阿龍我忘記阿龍後雕呢度because 要 study 要再講 history 咪再講，所以樣 already 有 existing 嘅 system 咧嚇。我是當今 after 我一半我做㗎，唔知幾8 episode 咧是我攰咗，我講 OK 我特別換位 system， 因為你 system 寫較準。人免猜，所以你看到你學啲 system， 你較應講。成個人講，但我講到啲用 Mandarin 嘅後，人講無照，還是打包，你去打包後，打包拍包啊，什麼包？是有人是講，你講有人包，特別咱學嘅話有 B 嘅聲，特別 Mandarin 無 B 嘅聲，你別寫，你成講，咱講無人識啦。無人識呢度，你 Mandarin 呢度，你度無 Mandarin 無嘅聲，所以你要用漢語拼音來逼掉講福建是寫未出了裏面叫做，所以 that's why 我個 stuck Mandarin 音較少誒。當今我只係會 share 個我嘅 journey 啦，所以我是無你嗱咩 every 大人行路是無像嘅嘛，特別我是會甲你講好，所以你再講哦，這裡是我捌行過嘅路，有可能 maybe 你會考慮看做去，我把你個學掉，我真濟年啊，跟 uncle 老啊，你 cannot teach an old dog new tricks 啊，我不是硬嘅學伊個寫伊個字，所以我當佢會曉寫，成日講我講無人識，我再講是會用安怎寫出來，識安怎寫是就多頂破仔啊，成日看物件我會曉寫出來，特別我未曉，我就 still 啲學掉，就是伊個 intonation， 伊個 intonation 對我是較艱苦，特別咱會使 start 阿龍，咱我講要落一刀啊嘛。我講我被 start 時候，你若是會曉寫 man o 一段嘅咋，可能會曉寫伊 spell 嘅字 with a 正 system 啊。That means 樣 system 就是個 linguist already study 佢講，你特嚟寫會 reproduce with 你寫出來嘅嘢。Then 你會使做上一個 series 是我諗叫做諗叫咩諗叫羅馬字啊。大佬嚇，羅馬字嚇，大佬就是，你使做隻 series 係大佬嘅 series，然後你使 consult 阿龍成，然後 illustration，然後你使做一個是 Roger series 啦個意思啊，所以你使成個模式，你使參落你做隻，所以 at the same time 嗬，唔止人會 appreciate 你嘅 illustration 嗬，應該 expose 到你大佬嘅 system 嗰本，大佬 system 是台灣對 system， 所以台灣，你講是講台灣 ，actually 佢哋 system 是。台灣會 adopt 已經有了。我揸過台灣個，但當今台灣嘅 education system 用because 伊有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台灣用嘢嚟做 official 嘅 system 去咗，所以變咗伊學嘅名叫做大佬。所以有一人講，伊個人變咗用台灣嘅名叫做咩 ？actually 唔是，伊是上一個 system 特別可能去 register 佢嘅名去。伊是大佬是伊大唔是大咩？還是台灣嘅大？唔是台灣嘅大。哦，台灣嘅大，即係咱叫白話字咩使係？會使，因為讓佢 own 佢哋 system 要咗，所以變做成個新加坡 own 係南基富嘅咧啦。冇人做嘛，冇人用嘛，所以我又嚟用啦，我幫我名咯。所以 anyway， 有人回話，佢只有人 challenge 我係講，你邊樣咧用台灣嘅 system 嚟做咩咧？誒，唔是，佢哋 system。有地了誒，是學台灣人家去 register 嘅。OK，anyway， so 我是要講你聽緊這人嘅 process 是，但是講你 feel 到成個咱無隻 system 其實是 actually 有嘅，是你慢慢 discover 咧 ，anytime at your own pace，at your own time。because 我冇講過之後啦。anyway，so then 你感覺到你做時，你有 feel 到你 pressure，because 我聽到是實邊時我會講，有啲人成日個道路啊，嗱個道路講咯，哎呀唔對誒，你看但無相 direction 講唔對，係咪物件？你做你 feel 到你看 pressure 嚇，還是較濟 accepting 你講哦，這是親啊，我見咧。誒，真係濟 accepting 啦，but even 有嘅人嚟個道本，我冇咩關係 ，because 伊人。
我本 get to old 方面人嘛，because obviously 成日我成日 feedback 有人講，我來用成日有一個 quite interesting 嘅 opinion 我聽到 from 我嘅朋友，very close friend 啦，伊本對我咧排伊本一特別啦吧，你別使用你學見我讀咧本一啊白冊啊，所以講你嘛講我是用按摩 pronunciation，你用我真係 interesting 嘅 fact 講。Why don't you try French pronunciation? Because French pronunciation similar 個往嘅音，你話OK對本咯。So 我feedback， so 我 just try to balance 啊。Because I feel baru 我做嘅not just I think 真係 it becomes like somehow 真係 tourists or 成日 from Taiwan 嘅人、新加坡嘅人。然後見咧，樣看咧樣歡喜喎，我本歡喜看樣歡喜嘛，所以我有賣，你usually 我買一本一樣咯，你樣買起來，你樣是阿gia，所以樣嘅嘅對處 ，I think for what important 是有一個多咧，你會 have conversation with 啊，你會看咧，唔是just 看水嘅嘛對，你看咧你會係跟人講話，所以 I think that serve purpose 人看到咯。介嘅就講certain嘅臭話，成日你，就我歡喜咯。然後我本 get to 學，成日我本我直接一家安哥可能啉酒啊嗰陣，然後奇怪有一個，好像我想到belalang 啊 grasshopper， 我想無福建話就叫我冇用過。你講白白狼咯，白白狼，對，唔是白白狼，冇 dragonfly，係對 ，dragonfly 對，你差唔多講是 cricket actually 嚇，還是差唔多是差唔多是 I think 是 grasshopper 咯 ，grasshopper 是差唔多講嚇。你我都其實講 dragonfly 我唔捌聽過，阿叔講福建話，你講白白狼，你講白白狼，你講白白狼，你我都其實白白狼係白狼啊，咁咪係你講福建話，白白狼就是雲南話嚟嘛，白狼嘛，你唱你歌咯，好啊，你白白狼啊你歌，知道，你我咪識哇，你白白狼是，你我咪識 OK 啦，白白狼你個係咩？白白狼對啊，白白狼寫掉啊，這裡 is spelling，I mean 對我人對這裡你教我咯，你歌留卡白白狼，人頂台先見半，未巴掌阿伯未巴掌。好就講好，我冇插落去 format 後，我 feel 到感覺到有當時人會I mean 唔是講人啊，有啲人嘅 effort 嚇，人袂使想講想愈會對我會唔對，我會對愈會唔對，咱變做 effort 變做線去，所以人會使無相 direction，人本會人上一心嘛，人是為咗學點嘛，對，人應該是上一個點咧，所以無插人搭一 direction 來，人嘅重點是上嘅嘛。sorry 我講重點啊，但係我講即係講咩？我講唔對，講重點，講重我講重點嗬，講重點。特別有人講乜啊？你是講你是福建人，是講係咩人？廣府人。我聽你講是想咪講廣府話咧，淡薄。福建人啊，特別嗰啲係福建人，我係爸係是怡保嘛，所以怡保人講聽廣府聽廣府話特別係福建人。OK。所以 anyway 我考慮這事，我就是想講，你學到這個爸爸人嘅這條歌嘅時候，係你就是想你當你來聽，你 share 下往時，我讓落起來，你唱到這個爸爸人。等我唱過一單，我聽我俾澳門，你唱華語講咗爸爸人係咩？我唔知，爸爸人頂隊，四件半。尾巴掌，阿伯尾巴掌，是人頂隊係咩啊？有時講冇免費，所以教下時咧，哇！冇成個福建話喎。爸爸人，爸爸娘娘係你是 I think 是爸爸娘娘係啩嚇。對，人頂，我就自己寫。係我先生 Raymond Raymond 嘅寫，四件半都知啦，知四件半。四件半尾巴掌阿伯，
白巴掌。OK，แล้วthen 我個看過。你錄 commission 咧？錄 commission 人成日叫你做係咪物件？還是你自己 So I think so 有 commission 本 but because 有嘅人愛 commission 咧是人係俾佢朋友嘛，人感覺歡喜好笑咁嘛對。So 我咪講錄愛咪就你係咪樣俾啊？所以講 OK 咯，我 interview 錄咯，so 成日又俾佢朋友啦，我冇有叫你朋友出個做咩，你朋友出個食咩，你朋友出個啉咩，so 有幾哪裡 I think 有一個是抓嘅。然後伊講伊朋友出個食抓，做工嘅出個食抓，我 OK， 我係食抓，你伊朋友出個啉酒，我話你話我冇。即係食抓誒嗱，啲咧，你係我冇得 ，because 伊講伊出個啉酒啊，你伊成我伊食啤酒，係暗角。阿莫拎嗲，對，食紅暗公椒，然後四百蘭士，四百件啊。OK， so 我只是然後我講 OK， 然後我學到後邊啦，成我老姐，我們來後邊佢哋4D，佢哋多入邊時間，我佢可以寫寫，所以特特你個人都有一個後邊嗰邊啊，老師。所以一間是一成日是其實這是一成日啦，OK。一成日啦，特別你成日是對下一年嘅成日，你唔是對出事嘅日啦。阿咪你愛做下面不會使啦，咪比如話 commission 你是成日講我嘅成日是特別你是對我出事係一日，974年。所以有嘅所以有嘅愛係樣嘅幾年，第四成日我就叫我到啲 Google Calendar 咯，你是解規。你出下看伊嘅其實幾好。因為你捌拄過就講我係成日長人嘅成日咧，就對去算啊。我講我冇可能。有 app， 我冇時間。特別我係成個 research，OK， 嚟先講我被 commission 你即係安尼看下啦，先講我暑假。特別睇埋我未到成，我本身就被 commission， 特別你感覺到你嘅唔是你感覺到你嘅 format 啊，你印出來是。做大就垃圾套 format， 還是你愛做下面 size 咩 size？ 咩 size 咩 ？But standard 是 A3 咯。A3 是下面大 ，A3 是下面A3 是 A4 times 2咯。OK。A4 是下面 A4， 等我比較 A3 同面是成 tabloid size 是唔是 ？A4 是至高全星級一孔。11 by 17， 我其實就一寸嘅17寸。冇啦 ，laptop 仲是嘅，咁就攞一孔嘅。我冇插啦，我咪就俾齋。至高全星級一孔咯。所以 A3 是就係，所以你個舊你講翻去 poster 嘅。in convert 去 inch 嘅。你咪可以 convert 咯。等我睇。啲難鬼嘅。A3。我正是 A4 咗咯。11 and a half， 對啦，對，我係11 by 16 by 16 and a half， 所以我嘅 size 啊，是我嘅 size 11 by 17， 所以差唔多上啊你啊間安尼大嘅。阿 John 到嘅。OK， 老人家佢困咗。OK， 我想都冇係咪叫 contribution 講埋隻 episode 啦。我俾困啊。老人家。good night。等我係個 house。OK。拜拜。OK，then OK，so 你那是做買 in 嘅，你個 commission just 學你 digital 嘅方面啊，係 Depends on if yang I digital 嘛，好像 just digital 咯。But usually 我好像 if in 好像個 KSU 啊 ，because for commission， so 我係 practice 是 in because 我本I keep balance between 我本I 能 start to collect art 嘛。So I feel 我係個 in 人嘅接受啊。because 以前啊，伊無講我無執寫過本。So 成日我係 prints 啊，咁嘅咧，你俾，然後你看你賣辣啊，你個咧芋頭邊嗰個咧，你可能賣60塊一條咧。但係你印到啲係咪抓？印所我一個，我不如用一個，佢早我 start 自己 silk screen。電腦 silk screen 之類咧？電腦我自己 silk screen，這是 silk screen 咯，所以我自己一條 silk screen 我都愛。然後。
but sales screen 真係麻煩，然後伊無 consistent 嘛，so 特別我愛用 digital print because 太水啊，其實 perfect， 太 perfect 嘛，so 我有冇咪滴到嘅少，我除咗一個 printer 多沙卡咯，伊人是用 Riso printer，所以你睇成個 sales screen， 你個無講錢嘅冇 Riso，ISO。這裡啊，所以成日你看這裡，你使捆起來，我是㗎所以我可能做20張，大嚟多，我可能做20張。So at the same time，我 try to keep like，人 when 你買時，唔是可能買 poster，伊買 a collection，所以佢伊成日 start to collecting 啊嘛，所以這點我可能60啊，所以 like commission 我本做啊咯，我commission 我冇做20張，我就錄一張是錄我冇，即係嗰陣時錄愛 print 啊，錄愛 digital 是錄我冇去管咯。OK， so I think 第一段我做是 for Age 係 magazine 啊，一個 Age magazine。so 係伊人冇學到了，做那第三下即係嚇，做 spread 啦，到等裏邊，so but 我冇 hit 到你 calendar， I think calendar 是到後邊先。OK， 特別I mean 你做 more than calendar 是 just one of three series 的啦，是。calendar 是 the current latest series that I think 我愛行過啦 ，because I think when 我放到成個路人會做 Timothy 嘅咧會做，我 I think 我 always try to， 因為我 practice 啦，話如果做 professional 嚟講，我 try to 做 connection。So for 我是 as 我 try to get interest in people to 學Hokkien。but 伊人本仔講我Hokkien是好似是阿摩西Hokkien。有見啊！我使本是學嘅，actually 唔是講話我使本冇中冇關係。你問學人 feel 到你 inferior because 係阿摩車 ，OK？ 對。so 我是我 try to get people interested in 學Hokkien，成日抄話本好好啦，學一種叫大學兵好唔好啊 ？but so from that was surface level 咯 ，to Q 人 to 學Hokkien or to 學Hokkien。你 if 人愛讀more serious， 有影係學，你咪定去學路人嘅使咯。So that one more serious 係 like the right pronunciation, the right spelling, the right in， 加了 on the academic side 咯。So why goal is just try to get people to be interested in Hokkien 啊？你愛讀你歡喜啊？咩？你愛甲簽，你甲簽啊？我未 provide 你嚟甲簽嘅，but because 我冇你 expertise 嘛。So why goal is try to get people interested 啊？你就我想到這陣時，我 commission 學以後本來學嘅，我看我因為我 commission 我想愛啦，我背呢一直我幾那條，一條就是你講抄話嘛，我這是 OK， 你在哪打上面物件先 explain 先，你在有咧我那老人 usually 就冇老就冇都嚇到嘢，譬如媽不爸你喺哪打就對嘅，所以我係哪打啦，所以大媽都聽到，大媽唔就哪打掉 so far， but 這裡我係哪打，只等嘅哪打是這裡我考慮畫出來啦 calendar， 哎呀普吉嘛，落海嘅咧自擺卜對，哎呀死！我咩佢咧，呢 poster 是這裡 maybe 考慮 illustrate。另外另外這就是我愛 because why 成個你講你蘇米迪嘅咧嚇，我是咪咕嘛，咪咕你在哪咁咁食冰食嘅最紅嘅咪咕，係是我嘅花名咧，你聽到我12歲時做定期時，我成我只泡只背，我面只胖，所以成咪咕啦，所以佢就變做我嘅花名，就變咗是，所以 maybe 我做這個垃圾頭做這咪咕嘅，我反正是嚇，我咪必須講講 because 我幾個9個對邊人。喂，我係細個路傾啫，到啲 Instagram 嘅事，笑。然後 because 我會成個我到這邊有 especially 我到比較啊，我會有成個 sometimes especially artwork 啦，我會有成個較有意思嘅 artwork 係到啲我係處嘅位 ，because again is conversation starter 然後一個是 again 是 appreciate art 嘅 value 啦 ，so。趣味，把這兩特別對啊！看這個畫圖嘅人，看伊畫下面物件嘛。你 usually 這個 project 那是講是我 commission 嘅
實講 specific content 了 maybe 伊字安怎 specific 上講白內計來伊字係做寫，你安尼可能講 usually 就被作古，你就被 take 作古嘅 time。冇估啦 ，I think as long as 我 client 會曉講 AI 係咪了，我會做隻 draft 咯。我講 OK，嗱，即係即係字嘅都係啦，即係咗。แล้ว if 你冇歡喜 with this spelling，แล้ว你教我講咯。if 你係換 certain thing 啦，but usually process 先攞呢塊嘅。OK，一個另外一個我就想要記做，就是做邊啲學嘅嘅 album artwork 之類。我俾佢伊嘅 interpretation 之類。這是鄧人字學見讀學見嘅啦嚇，這是比寧唔對，比寧學見。你應該係認真來字啩？你阿莫西咩認真來字嘅？你在真來字學見面，不但你去學見面打落嚟看到啊！你去學見面，我剛才阿莫字呢？無你看伊 shape 嘅嘛，伊係 shape 嘛，然後你安尼看呢，你這個字，這個學是你真正是你看到只個嘛，你知啊？多邊嘅學，鄧人嘅學，太正我記定名苗，我記定名苗冇看過字咩？咁樣你把這去學嘅面打是你看，你把得你字，你字成個人嘅面嘅，你免字你就係畫咯就，你字你 shape 嘛，所以你看伊嘅這個學嘅你把到你去只學嘅面時，看看你字真來字哦。哈，出日本哦，我發覺 maybe 我 commission 一直用鄧人字寫個 struggle， 我點嘅 double 要嘅字，唔要緊 collaboration so 你這個calendar original 嘅 idea 啦，是 because 伊個 format 嘅數，你是講伊成講伊正一行，之後正有一個 main 嘅 key art 呢。then 你有還是有想到講伊個咧 nostalgic 嘅 factor， 就講人看到垃圾頭，你是 feel 到講即係濟人成個入心嘅話，你看到你 feel 到就講哦，哇，這是即係簽嘅對你嚟講，所以人看到垃圾頭嘅方面就感覺到講有 meaning 啊。I think that's also 好似個 reason working 一隻垃圾啦 ，because 唔係講鄧人都好啊，還那佢那佢那本債借上面嚟，所以成日我係還那朋友佢那本看到時，伊諗看到垃圾嘛，然後人看到後邊人個債講借上面啊嘛，所以 draw 人 attention to actually 去睇一個物件了，所以 that's why 我suka 我人個垃圾啊 ，because 你無咪關門，你唔知寫咪本，像我見那時我爺爺suka 貼嘛，所以特別我本機嘅鬥貼，跟住嘛就係咁嘅。特別一貼時我都唔知講樓下嗰啲嘅是寫咩，嗰時嗰成日字咧，有菇啦，有餅啊，有咩嘅咧，我冇明白就係乜，特別我記得啲時間去一個看小影啊，看啲字啊，所以我冇明白本，所以 I think 阿你小本上咯，冇關嗰時阿咩人啊，你特別。看到這個物件，你 relate 啦，你一個嘅其他，伊成個 advertising 嘅 poster 啊，你看到這字，你慢慢你把就要自己一個睇啊嘛，所以 that's why I feel 垃圾真係水嘅方面，so that's why 我本想講愛做垃圾 forever，so the last 2 series 我做 stamp， 我是搞你 stamp 本，但係人看到你講係咪 print 啊？你講咩 reso print 係 stamp 啦。冇，咁樣 actually even 呢垃圾本時我用 reso 本咧，阿你寫，所以白辣加芋頭皮本時用 reso。你平時你有成個點味哦？成個你會去除你到你打是你點到啲按照邊？按照我冇點，所以 usually 是人 just 掛住個 message 話了，或者 if 你到邊咧我去叫伊咯 ，if 你到像巴魯我到新加坡嘛，所以準。有一個新加坡人嚟唄，我講OK，我巴魯嚟到新加坡，有時間我 just 行啦，我免行路咯，所以我本來先出發 ，because I think 你幾時嚟美國？叫我對，叫我對。Yeah， so 安尼我咯 ，so but 我巴魯有買到 Hinbus，because 巴魯 Hinbus start 一個 Hinbus Depot 啊 ，merchandise store。Hinbus Depot baru start merchandise store，伊人即個23號開，
opening ceremony. So Alice yang ka local artist collaborate 咯 in merchandise. So 我幫我垃圾大餅啦。So for tourist day 咯。So I think already pre-soft launch 揸落禮拜啊。然後，所以人現在變咗學見你人係聽到啊講我俾佢買即個我食嘅咩？哦，你係老椒加老古係大咩味？澳門嚇，老椒老古。because 我冇時間做呢隻，所以冇你話我試嚟呢。老椒老古白辣加芋頭標呢。白辣冇了，冇了。冇白辣了，白辣用嘅啦。冇白辣了，白嘅啦。白辣用嘅啦。你做就做到講20嚟啊？你做design 20嚟哦。係咪佢咩？你話就幾錢咯？我看到有人 display 伊嘅 art 了。哦，對。我去一個店，對，唔是咖啡店啦，伊是阿妹賣吊酒模嘅店嚟。哦，伊係芋頭邊哪邊啊？唔是。你講有吊酒 club 嘛嚇？你講哦，吊酒 club，bloody good 啊！你本知啊？我去只佢攞到。我那身對其實我只就使坐我去只到，然後我個坐喺埋去只個知道，下邊有係你啊。我 recently discovered so 我 I think part of it 我永遠盡量 thankful to Future Club 嘅頭嘅。because I think 佢哋邊咧啊，even 佢世界啊，that collect 我係袋，看啊係啲 Future Club 頭嘅。有 from 頭一個嗰個馬路地位咧。哦，佢嘅料類。所以以前咧，I 我只 appreciate 呢 support 哇。伊 appreciate 你 artwork 啦 ，because 伊家己 concept 嗰時嚟款會 preserve 伊嘅吊酒只。所以真係濟人都吊酒甲看到了 contact 我。嚇！你識多邊皮啊？唔係拍死人別買。冇啦，你講嗱，我 display artwork 咧，是你愛賣時，咪是 contact 你啊，成你咯。maybe 佢都介紹啦。冇啦，我有人想啊 ，because 我有簽名嘛，所以有人 contact 我，人看到，你講，我看到呢度，你講在邊看到？哦，到吊酒甲看到。你我本興趣有個有哦。所以 I think without 吊酒甲 ，I think 冇錢請人看到我係好。哦，是。對咯，特別 actually Himbas Depot 真好誒係咪嘛 ？because 真係人去 Himbas Depot event 嘅其實 because you plan 嘅 event 嘅事，你係 Himbas Depot 你咁咪幹咩？所以Himbas Depot 緊係做嘢 gallery curation 加白嚟 programming 哦，所以這個大咧是白人個嘅。OK，yang private 啦，yang kaki start 嘢kaki 嘅 merchandise store 咧，yang本債講我做下面嘅嘛，所以我咪講嗌bằng咯，我見到bằng起來嘅咯，所以個係啦，二十幾個 artist synergy，個二十幾個 artist 嗰啲bằng到邊咯。แล้วดูแล้ว你垃圾頭如果有特別你 feel 到垃圾頭嘅 series 就對邊兩個人，係 actually 唔是講邊兩個人啦。真好誒！你 one of the popular series 係唔係 ？I mean， I think 當劍啦，垃圾頭吧，路是當劍啦 ，because 你老古個老椒 stand 嘅我冇辦法 start 啊嘛 ，because 我 try to，because 垃圾頭真係 straightforward，你看了是你會讀成個讀長安嘛，對，有這樣字字，所以我 try to transition 把路 to stand，so stand 嘅你看冇這樣字字嘅，伊是干啊，一個 character。is focus on illustration. Ka title niya lo. So on certain 咧，我 try to just 做 stamp, but 垃圾頭 still 行啦。because 垃圾頭 is more on 可能讀嘅啫嘛。然後你 stamp 是 more for people who like 我愛家 because 垃圾頭想看只囡仔看啊，想無咪 serious。就有啦，無下 style 哈。so with stamp illustration 較淺淡薄，較濟 line 較濟。個 aesthetic 個濟啦，所以我想講，我如果愛做，所以想到 stamp 咯，所以如果想到 OK 啦 ，stamp 我係抓字，老就是要雜文 maybe 是抓字咯，所以 stamp 嘅我特別驚啊，如果老古老椒嘛，我個驚老啤、老爺、老曉，
流晒。撈係流 series，即係做事故本嘛。流死。或者像咱做邊啲學件事，我要記做事，我時候要記做，人嘅有啉，有講有笑，我人比較往時講啥嘛，有講有笑，有啉有幫助，就是咧嚇，所以你使做一個先係一邊啲學件。因為我覺得講我 very interested，then 我唔是講會 at direct 路嘅，我俾佢講我 inspiration，了學路。你 process 你自己 because 它是個是你啊，我唔是叫你教我 illustrate 呢，我不是 go through 你 mind，他們咪叫意思，以 meaning，然後你做出來，做自己做不孬啦啥嗬？都唔係咯，時硬功夫咧，硬功夫。哇！你唔夠檔啊，唔中意條書。你叫條書。阿龍你，and then it 有幾個數講咯。係，佢係差唔多幾個數咯。呢種嘢我就係呢度咯。係啊，但係我就你講一半沒有數啊，時直頭都電話對去。但係咪見哦，馬路。安怎會你？啊，你聊啊，你試嘛冇吧？嚇 ，OK 講。反正我隔起性，看你我冇對啊，就是講我學幾年呀。So baru 我們 try to get 嗰隻福建嘅，種可能福建嘅 jargon 啊。So baru 我 try to 做 ，I think 過春後季節我出一個袋，個袋是個杜膠。哦，好的，係，哦 3D 啊，你嚇。3D， 所以我出來一個袋，所以 because 即個 so baru 我實呢個 process 了，我 already 有嘅model 出來咯，so 杜膠好長啊 ，because so 等下看那邊用阿杜膠咧，我是用杜膠嘛對 ，so 攞正問哦，咩是杜膠？你我實都 be able to 告訴佢啦，我講，但杜膠是阿炳阿蓮阿番面嘅對。特別我本來講，阿莊講邊靚人特別有淡薄杜膠嘅，阿莊講借了教醫啊，做講話啉水嘅時啊，嚇，我杜膠框搞出來咯。出邊，我是講你成日 center 哦，室外會唔知咩數字頭，你到底誒幾來差落我咧知道，我就看起來會，安怎呢嚇？他們都阿婆，喺嗰年都係看阿蒙蒙，係咯，這樣，在你貴你，哎呀，普吉你，你不要，我就看啊 ，anyway 嚇，你有成個講 so far I try 到你俾物件是 through 你 Instagram 啊，你個把你 website 係咪有你個記 website？冇啦 ，so far because 我本自己講無英文啊，所以成日不如我成日調了到新加坡 for 兩個禮拜做工，แล้วso 第一個是用 Insta 咯 ，so because Insta 我個 handle 我 business account 甚我自己 account，แล้วso physical 係是特別去 invest 了咯，不如。OK，特別你有係咪啦？你嚟講我會。我看到你 DM for customization，then 你會使上個會看到了是會買是到底 message 你到底 Instagram 會你都arrange 個樣安怎寄去，你安怎你留言嚟看啦。對嚇，OK，有 link tree 啦，我看到有 link tree。but link tree 是可能叫我 Insta、Facebook 啊、TikTok 咯。哦 ，TikTok 冇個 start 嘅。OK，不嬲，讓仔去對才對啊！嗱，真 QR code 嚟，驚係咪？超皮啊！我是講你 concept， 所以即係你而家即係用，你垃圾，即係我有 curious 本，我頭是講，我 usually when 我人 start 這 idea 是阿龍。是我是講叫我 producer 啦，是講無團隊啦。你講到這是 volunteer 嘛，所以伊有打開手啊吹嘅，所以伊甲我講，我吹到這隻，除非我有看到本啊，normally 我有看到成到 social media，我看到成，但係你講咩邊應該 POV 嘅，then 我
我有頭是講我頭 initial idea 我是講叫做係咩福建島係我是講，其實福建島本個專門啊，對我講你錄畫嘅物件嚇，伊是福建嘅 illustration 咧 essentially。那個檳榔個啫，那個比較 specific 就是講咱檳榔嘅福建嘅inspiration，所以即係福建島是，actually 冇講講繪本啊，就做你講嘅物件，咱講嘅話，那變做是 illustration poster 啊，啥物，我是㗎。哎呦，我解這 idea 同佢。So yeah, I think that's the whole point 啊，to 人 start to 講福建to get inspired to 做個隻福建物件。I think before 我 start 嗱隻時候，我 try to 興趣去追做了福建物件，我所以我找 artist 做福建物件，但冇這樣，所以成個 music 真濟，所以成個我聽下 name we 咯 ，name we 本跳淡薄福建嘛，擺福建麼巴生個就好啊。แล้วว่าตัวปิ่นแดง嘅 rapper 叫大東貓，伊唱嘅歌叫隻巴貝啊，係咪嘅？So 佢嗱嚟啊，我都殺出嚟啊嘛。我諗哦 ，OK 啦 ，at least 行隻 momentum so that 往買。我咪聽講，特別 OW，超年代嘅，You are such a too cow. You such a too cow. You are such a L. Cow 是 KOW 咩？You are a child look。但媽我唔知，咱講嘅大陸去哦。Smelly dear。我聽唔到啊。等陣臭落 smelly dear，依隻幫住就臭嘅。但係 actually 你問過繪本哦 ，because maybe 你唔知啦，臭落唔是 smelly dear 嚟㗎 ，actually 唔是 ，because lock 是上話嚟。哦，特別就 interesting 喎，咱變成攏起你直接嚟了，變做福建話語嘅。等陣，成個 Zoom 喺上邊聽到啊！你去全世界啦，你去中國嘅福建人啦，台灣嘅講福建話，冇人知落寫邊嘢嚟。So 上話係咩啊？你知啊？你落 dog，哦，依 dog，小波咯，小嚇。呢度，我哋所以有名人講佢你戰呀，你知啊，dog，你知 dog 啊？知，我真係上朋友嘅。哦 ，dog，所以 dog 就是落嚟，because 福建人比較睇 D 嘛，人家都是落啊，學落，就學落啊，學落嚇，要學落啊，所以變做 dog 變做落叫做，所以是變兩個活用嘅福建話嚟。because 你所以變咗福建話是真係 colourful，真係 culturally colourful 嘅物件嚟。你所謂上面朋友有時係睇我福建話本陣啊，人叫舊語本嘛，對，日本叫舊語本嚟。什麼？喺邊啲唔係話咧？呢是福建話嚟，呢是福建話嚟。舊語是福建話嚟。就是講，變咗，咱人 Southeast Asia，我而家影響嚟，影響我影響嚟，咱人全世界近係變緊講一撥兩撥呢。啊，嗰是閃嘅會來嘛？是哦，撥，呢是撥嘅會來撥。哦，撥啊！等下，之後我另外一個我俾佢講就是你愛對蝦米 system 蝦米 format start 就是你家己嘅本身嘅 choice 嚟。比如幾時講 system？因為我冇 consistency 冇 consistency， 我家己本身啊，我家己本身冇講正插，我較要緊嘅就是 knowledge， 你都別再講伊有，伊唔是講，所以就是when你再講伊有，是 maybe 你 inspire 你 differently 啦。So 你 take 伊 information， 我冇逼你講，你就特別用隻 system 加掉，伊有呢 system。有人家己 develop 嘅插別人攞咗嘅 system， 伊有你家己嘅 style， 你家己做嘅 style 本。但你再講伊無成，你自己 pick a lane， 還是你 evolve eventually 你會變做安尼款，這是你家己嘅 artistic 嘅 choice 嘛。特別你別睇想，我學到這隻 from 後點後面學到這隻 ，because 伊有這隻factual 嘅 history 嘅 information， so 我聽了。
even though 我未曉本好，特別我知講哦，即個我未曉時我就去問伊，成日搭埋個講講你頭落嘅落，其實唔是你有格嘅落誒，伊是上上話來，還是咱一撥兩撥，唔是上話來，係你 information 我感覺就是你知啊，可以 maybe inspire 你個字物件過咯。所以我講你嘅，你每你上朋友，我每個一個，我每個一個字，你知道？接落來我成講是定字嘅啫。你睇我隨那幾年隨便丟嗰啲字，講後面字嘅，隨便丟冇即係 record 到字嘅啫。然後 after that 我記，然後嗰個時候就講，哎呀，有 lock 即係物件啦 ，maybe 有關係本啊。所以我真係每我上朋友就，我每 bullying and torturing 咁樣講嗰陣，啲上話人講冚輕。哦，冚輕，個冚輕是上話嚟咗，以後人冚輕。特別你按咗聽本好啦，你是一個啲邊人出世大漢嘅福建人啦，你按咗聽，你本感覺是福建話嚟咗。because 因真係 Chinese 做講 phonetic 嗰度，所以講冚輕，特別原來是上話嚟冚輕，以後人冚輕，何臭落冚輕咧？I think 一半咧朋友應該係平逼咯。臭落冚輕，因為都可能 the dog is bullying your friend 我臭咧，你等陣，我嘅冇啲啊嚇，冇，我啲看到，未條路，你真係看未條啊？我看未條路啊！對冇，我查掉，我講下物件，嗰隻就是我感覺到我係 I B，明年就是 T-shirt print，I'm sure 都有效果。我都看隻相吧。哈 ，K，來 preview 啫，400 times 啲這個大媽媽看到本，這時頭我幫整了係咯，我幫大，咪走過，等陣，這邊等陣，我會 switch 位 camera 去整下，這是膠，這是你古渣啦。隻狗西，啲就咪 relevant，一個月13號。我這裡冇 relevant，可能未見過嘅，這裡是我頭嘅 start 嘅。冇，這是我頭一兩個 calendar 咯，我跟佢做狗㗎。係。甲水雞嚇，我係叫我看到。我 start 為最兩個先。水雞甲狗是我頭前兩個。所以伊是阿你是你看到淡薄 progression 啊，所以伊 spelling 就來就無相嘅。spelling 就慢慢啲嘢啊個。就是講 because influence 嘛，就搞到人講，你這裡別生換啦，這裡別生換啦。特別可能 correct 了本無ทัน寫本 because 我好像未曉懷疑嘛，就是人講我講你同你除到一班汪正幾千人㗎了啊，汪會使打下手路嘅。If you need help 啦，對actually 你會使成個我 even until today 啊，我做20年啊，我家後屌嗬，你都未看我特別 even until today 啊，我被蝦米 episode 啊，我被寫蝦米 title 啊，我少未嘅。因為我表示啊，然後我聽到是有一個拍字嘅 system 嘅一個 input method 嘅 system 我用了當然以往冇 updated 啊，updating 掉你講伊 updated 啊，是講咱嘅 database 啊，伊消失啊，伊未改你 database。OK，伊未後你係 custom 嘅 database。That means 我會曉自己拍出來，就是講我係成日大馬咱講過啊，嗰陣講。教西啊，我是拍KAOSAI 啦，教西咧伊對出，我嗰個真年啊，伊對出佢字號話咧，伊對出佢教西嘅鄧人字，了我個 reference 伊嘅教西嘅 tone 啊 ，intonation 啊，因為我未曉 tone 個，但係就叫我叫阿家叫學點教啊，特別伊那是我特別我寫一定我是差唔多，我一定。almost 100%我以後寫伊 spell 伊出來啦，就講我當講話多，但是講我對，咱用 Louis example，咱 Malaysia 參 English Malay system 嚟講嘅時，咱咪是講話多，咱用咱家己無相嘅嘛，就那是對
即個白話字還是對大陸嘅 system， 就是話 UA 多，就是 DOO 冇多嚇，對 DOO。特別我會明白講有人未接受，做咩事 OO 讀 O 你知道？我會接受，我 understand 講有啲人未接受，所以我非得講未接受話，你咪辦 OR 咯嚇。所以我是做咩事？我有講過，我較記嘅，然後咧我是想，因為人學 French 嘅時候，就你明講講啦，學法國文，伊個字，伊 alphabet 是加英文 alphabet 差唔多像 ，maybe 有淡薄無像嘅，淡薄嘅點嘅話呢。特別人讀法國文嘅時候，你就看嘅是法國文啊，你都對咧法國文嚟讀，你係 déjà vu，你怕 déjà 是，I'm trying to 講咪較多較濟 example， bouquet 嗬，咱就講無骨啊，因為是你，咱就無講無骨，所以特別咱關係啊嗬，咱變做，咱看到咧是法國文，咱就對法國文嘅讀法，無對英文還是別個話嘅讀法，做咩事咱袂使對福建人看乜呢？福建人是人嘅 baggage 啊，講人嘅 baggage 是 English 咯，阿毛咯，華南，所以人有時讀到嘅是人講多係人 DOO 是 do 嘛 ，because 人阿毛影響人，你看到這字真正普通嘅字嘛，所以人看到這 do 我就要讀 do， 我頭冇呢，特別我講，我當然講嘅是福建，我用嘅是像一個 alphabet， 特別我嘅 system 是完全無像，所以你袂使講對，因為我。會曉英文嘅時候，你 system 袂使用 DOO， 你無去甲法國人講，你袂使安尼，你袂使笑無骨啊，你袂使講無骨啊。咁你 ET 你 T 無得嚇，你嚇，所以啦，我是感覺我那是講我背，即是本身啦，你過真嘅。我本身講，我特別頭一條特別 respect 福建嘅 system，then 我特別compartmentalize。分開來想，我當然看嘅這字是福建嘅字，所以我個會學到。但是我直直學，confuse 我買啊，然後我就別 continue。because 我驚我只知道啊，我 try to be 一直看講 ，but eventually when 我想到講，我買去插伊即用英文嘅因為我係即係關你媽去錄起啊，我冇講過。我係 Bimbo Batch， 我係關你媽時我係 Bimbo Batch 啊，關你媽咪使做合作嘛？關你媽咪使做下咧硬鋼啊，硬鋼嗰啲嘅關鋼啊，冇辦法，我實在就話真係講 ，anyway，so 我想到啊，你我講 OK， 我特別對 system， 一係你我對半開，特別我較早 before 你來時，我有甲後條講。你穩定一部好嘅，就是讀阿毛冊嘅人，伊個 benefit 就是你較少會互漢語拼音來影響。我讀當然有讀漢語拼音人，我會曉阿毛嘅，我會曉華南嘅，你都用你三個會曉參嘅，特別參起來，所以變做無 system 啦。所以你去減一個 distraction 係嘛 ，because 漢語拼音都冇講會去對漢語拼音嘅 baggage 嘛。I think up to you 啦。I think because one of the reason 我 inspired to start 這裡 also because 我到香港嘅時候，2014、2015嗰陣時我去香港過一擺，然後我有去一個 artist 嘅 village，然後我看到一條衫，我看真水，然後伊是寫阿毛字嘅，伊寫 moment 帶啦。然後有咩來 moment 係啦 moment 哦 OK 佢話然後你睇這些原來是冇問題啦，but then 一裂掉啊，對，啦，所以 inspiration 是 OK 嘅 ，especially as a 像你話到，所以 but 你 anyhow 你 I mean keep good job 啦，你 continue 做你嘅即係 because 對我人是對我人 already 有做俾Hokkien preservation 嘅 effort 嘅人嗬，我人看到我真歡喜咯 ，because 尤其是個無相帶，但係我較早阿未來時我話啲講，當然 Instagram 或者即係 social media 有一個 account 講嘢，我唔知佢一個 account 啊，浪在我講咩你。
麵店嘅人講成啊，一人 forward 還是萬人 forward，等我去看 private message。一幾間店人嗰度講嘅啊，一間店嗰度少年唔係講伊個誒少年嘅未曉講嘅福建話咧。哈，等我看看，哈嗱，這是新嘅，這就是我哋家己啊，好啊，我可能聽下啊。我嘛愛拍死我了，我愛去三馬湯了。伊嘛，用腦小姐啦，我洗腦腦來做咩？該嘛，沒嘢是講咩話？食飯會使買電話哦。我係起上了，我係拍錄了。所以這個 account 啊，這是不是一間 account 啊？對，啊，嗱，這講啦，這伊媽又好靚，馬達。麵包、輪胎、大呀、毛巾、多啦、喜歡、蘇嘎、青蛙、嘎巴、垃圾、三八、頭盔、helmet、T 冇啦，到朗姐，T 冇。有人講係本啊？消防員，有本嚟，bom巴，肥皂，沙本咯，攞嘅，伊聯絡，等阿莫管樂，基聯絡，我當時叫做基聯絡。特別 actually 啊，嗬 ，actually I mean 唔是講人唔對咗 ，because 有一本是for fun嘅嘛，但沙本。即係沙本都幾準式嘅，後尾所就係福建人本時講沙本嘅。你去中國又好，你去台灣又好，沙本都是沙本嚟，一直落來都是福建話字嚟嘅。特別有人用Malay用沙本啊，所以特人成講啊，maybe 是Malay過來嘅。actually 伊是真早以前是 Europe 過來嘅物件嚟嘅，所以 Malay 本是 loan word 嚟嘅 ，Malay 本是 loan from savon 變咗沙本嘅。伊是 Portuguese 哦。伊是 Portuguese 嚟，savon，係啦，佢哋頭先講你咪，你叫咩啊 ？Buaya， 我講 Buaya， 我講是Malay嘛 ，Buaya，特別你會 be surprise， 你去中國，你去泉州啦，你去梅陽，鱷魚叫咩 ？crocodile 叫咩啊？有本事叫 Buaya 嘅，so，入面講真係已經 already 有 cultural 嘅 interaction 嘅，真係幾百年前都 already 有了嘅。所以就係錄用話，我用錄，所以有啲人後面伊 video 嘅 purpose 唔是講 which way academic 嘅物件嘛，後面人明白啦 ，it's just for fun 嘅嘛。有冇俾看一點是得咯？其實我同你講，好似我看到伊 video 時，我講嗰時候講，後面 helmet 睇冇啦，安啲，講嗰時候睇冇啦，大佬啫。喂，安啲講 helmet 時，我都是想誒，我講有一個名嘛，少年你咁樣，伊何少年咁樣是講我叫我會接受咗，你留意講係乜嘢？我咪叫天冇拍，你又講天冇啊？我當人，我冇講天冇啊！誒，特別我個前面嘅我未講嘅時候，我問人啊，人講嗬，人去看 concert 啊，人有講去看古代是無上意思。佢個大笑起病卡，咁叫個大是唔是？有未攞吧？有就試過痛嘅時候，試過痛嘅。JX 對比 JX5。所以佢個 concert 啊，就講咧，演唱會可能定帶，嚇定帶對，定帶，可能定帶。anyway，你人咩事打？你我俾上每看你有成個八島 upcoming 嘅 project 啊，還是 exhibition 啊，係咪物件？你可能你我多人。有 plan 啊 ，I think 我 plan 是愛做一個 exhibition，一個集會，對啊，一個小 gallery，對啊。集會我對啊。喂 ，baby，我使 connect 你看你 before BTS。Maybe I think 舊季就會 start 啦，我會 plan 好勢個，我會 plan 好勢 ，because 我 idea 是愛做個用我朋友嘅 gallery space，都做成啊 IKEA 啊，特別我喺你 show 個賣鏡，哦，咁出名啲。賣鏡咧是做成個一 logo 成個 IKEA color 啊，特別用 IKEA color，特別是用賣鏡啊咋 ，because 我本來講就我做物件本。
無絕對是對的嘛，對，另外福建話根本是講寫冇對，所以我們在講你等陣你是講咪驚還是咪驚？咪驚，哦，德國會驚嘛，驚啦，哦，德國會驚嚇，所以because無音嘛，我係咪驚啦，所以是到日記內面有看到我係垃圾啦，然後幫做釘啊，咪驚了，maybe 你係杜教，我杜教滿多邊，然後我愛拍成做隻人品。人民起來，人會使入去，好多馬個班咯，你其實錯落嚟嘅，就咁。我到底係咯，哈哈 ，OK， good。寫我嘅話，所以係 at the same time， that's why the whole idea 係咪驚人講咧？寵有煙啊嘛。對，你個邊配教，但是講我驚嚟講下，我都冇殺我學見嘅podcast 啊。因為我還是寫文比較寫，我冇讀，阿咪還是有讀到阿龍，特別我冇沒讀啦，冇講但係寫下面嗬，阿龍如果掉 frozen 啊冇嚇。แล้วso OK 啦 keep up 我讓一對路，但係 social media 一對路，แล้ว是我對其實我個contact 路 maybe 我被叫我被。你咪講係成個肥啊！你依 aggregate 起嚟講 burger 嘅啫。啊，對 PSA video 嗰啲嘢個 aggregate 啊，所以是大 aggregate every month 要起嚟嘅。啊。我話依做嘅就係工嘛，依講俾睇仔做嘅就係工嘛，但係你工，但係佢哋想講住你真係，即係怕俾人諗做 burger， 特別 burger 嘢啦，冇講就往上邊講 burger，但係 burger 嘢就有意思咯，我上邊講咯。burger 歷史我們就係隻 burger， 特別好，我 specific burger， 我只係隻 Ramly burger，I mean 係 style 嘅 burger， 我見過係咩 burger 咯。我講，你講 Mandarin 佢好啦 ，Mandarin 咪是論 word 嚟，對唔對？因為是個漢堡包係 hamburger 嘛。特別係我同你講，只出名另個隻物件就是我往時我會叫，因為依隻係 knowledge 數，我會叫阿龍啊，後點教我，你講我笑，可能是講我未即個字，你睇依個笑即係啲當人字較有淡薄。linkage 就淡薄意思嘅嗬，你會寫起來，人講句係咩物件？我哋人個結講出來。做錢 content creator 啊不，是當時講做錢係啥物？做錢啦 content creator， 我就我自己想出來啦。而家 content 是錢嘛？你把玩裏面係啲錢，南邊嘅物件啊，成日講 feeling 嘅個錢嘛，錢。所以五種嘅 ingredient 你話我叫鵝錢，我都真係鵝錢嘅鬼邊啊！鵝錢啊，你真係南面辣隻鬼邊啊！鵝錢咧嚇，所以你嗱啲是兩個是兩個嘅嘛，所以我講佢咪是使，但係冇驚啦，冇你講咪免驚，咪驚 OK， 感謝你今日起來，好人參冇人拍課，然後希望你做啊，你多成功，佢做較濟，然後嗰時第要緊是為了人保留甲保護人嘅福建話，又冇上 medium， 冇上 direction， 特別人嘅嗰個咧是上嘅啲。感謝 ，sorry， 但係學幾近。我做排位你 show 咗嗰度嗰條 edit 啦。OK，anyway 感謝希望你愛過幾個月到底嚟網絡，因為是佢講係你把你話到你把你 burger maybe 阿龍嘅寫就 burger， 按怎寫？阿摩包，對，hamburger 是德國嘅嘛，就叫做德國包咯。是漢堡。because Hamburg 啲 Germany 嘅嘛。Hamburger 是有影正 originally 是 from Hamburg 嘅。Hamburg 正是 from 嘅。特別阿摩包，我們叫阿摩包咧，人哋阿摩包是阿什伯西昂是阿摩包嗎？這是我嘅畫面㗎啦。即係嗰陣是人嘅名啦，我嘅名嗰陣叫做阿什伯西，本是隻人啦，咧伊昂叫做阿摩包，人哋一個人有隻阿摩包咧。一個人有隻阿摩包咧，佢上地本佢，特別講上地本嗰冇隻嗬。
不人教魚啊，我爸未知啊。McDonald's。OK， 感謝，下禮拜再見，拜。拜。哎呦，等咯，自拜別。恭喜發財，恭喜發財。Sorry， 我係system牌啊，我同你reset佢啊。頂住你話我看 episode 到這邊，但 sorry 後尾暗暝呢，我係開嘅時會直直有學幾間，但頂面正伊開電看電聽，伊第一就粒嘅是 subscribe 嘅時，個第一就正現掉落，現時嘅通知咯，拜。